行政院规定，这托育机构都要按监视器，而且搁甲这画面团起伫线顶。即马着面团服务要设相关的配套，嘛要立法管制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囡仔温书漏摄，嘛会当确保教保人员的权益。支持监管云纳入儿托法。被爱家长团体代表婷婷妈妈和几名新北市议员做伙，伫18早起召开记者会，因为2002年4月的时阵，伊只9个月大的查某囝婷婷，哪像伫私立托育中心，互托育员用棉被挟持，加载有监视器的画面，司法的经过才会当分明。所以，伊联合托育中心第4案受害家属တင်情，呼吁政府甲监管云列入儿童托育服务法。如果政府啊、立委啊，或者是业者没有让监管与纳入儿托法，那请你们拿出解决的办法。如何让托婴中心不再出现监视器被人为的毁损、灭失等等的情况，导致重要的物证被破坏？为了建构0岁到2岁完善的托育环境，行政院今年5月通过《儿童托育服务法》草案，其中第30条规定，托育机构要安设监视器。影像资料嘛爱伫云端有备份，来防止破坏疑点、画面无去这状况，确保伫要紧的时阵会当看到真相。不过教保团体讲，若无配套，囡仔温书可能会漏摄，嘛侵犯着教保员的路权。站在孩子的立场上，他并不知道他的影像要被上传。我认为这个在儿童公约里面，它其实是违反很大的一个儿权的方向。那对于员工来说的话，那是劳权的侵犯。儿童安全、儿童的最佳利益，我想才是我们最佳要来考虑的一个部分。那至于我想相关的一个结果，我们都乐意来听取社会各界的一个指教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第18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。包括行政院的版本、甲调解各委员的版本，拢总有29个版本。若到中昼为止，草案还阁咧随调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